尋日咧，我有個老友半夜打俾我，佢把聲喊晒咁樣，話佢隻腳趾公咧腫到好似得車厘子咁樣，連張被啊輕輕咁樣咧掃過去都痛到想死嘅。聽你咁講，9成9係痛風發作。醫學界公認，痛風係眾多關節炎入邊最痛嘅一種。點解會咁痛啊？平時當親都冇咁誇張喎。因為呢一隻唔係普通嘅發炎，你試下想象下，喺關節入邊有一堆好似玻璃碎咁樣嘅結晶，係尿酸結晶嚟嘅。每次喐一下，呢啲玻璃就會磨損你嘅軟組織。我聽到都覺得痛。點解呢啲玻璃咧會出現咗喺度嘅？係咪因為食得太好或者太富貴先會有痛風呢種病嚟？唔完全係嘅，尿酸係身體分解嘌呤之後嘅產物。首先有2成機會率係食翻嚟嘅，由海鮮、內臟、腦、火湯呢啲地方形成啦。另外8成係身體自己代謝產生，排泄正常係由腎臟經尿液排走，不過可能排唔晒，就會有太多嘅尿酸積聚啦。如果係呢個情況啦，或者來源太多嘅話，尿酸會喺血液入邊飽和，然後喺身體最凍嘅地方，好似腳趾公啦、手指、腳腕形成結晶。我又見好多痛友咧，其實就平時唔會理嘅，但係一痛咧就即刻會去藥房嗰度求其揾啲止痛藥啊，或者一啲尿酸藥嚟食。其實咁樣又得唔得㗎？呢一個咧就係最危險嘅地方啦。痛風藥一定要分清楚救火即刻止痛啦，同埋平日保健嘅時候或者係講緊尿酸兩種嘢。首先要講下急性發作期即係救火時間啦。第一隻藥叫 Colchicine，即係抽水仙啊，係用嚟專門痛風發作嘅藥物啦。藥劑師嘅提醒就係話，而家主張唔係食到肚屙嘅夠食法啦。通常每日2至3粒就夠，咁食得太多咧會中毒嘅。因為肚屙一定要停止，冇得食，因為自己係中毒嘅甜子跡象。第二類係叫做 NSAID，即係非類固醇嘅消炎藥，係強力嘅止痛藥嚟嘅。但係咧有胃潰瘍或者腎功能差嘅朋友咧就唔好亂咁食啦。第二類長期控制嘅藥物就要降低個尿酸。第一隻叫做 Allopurinol，係最經典嘅藥嚟嘅。不過亞洲人要留意，好少數嘅人咧食完之後會有嚴重嘅皮膚過敏。而家醫管局已經需要病人全部驗咗血先，睇下有冇嗰種基因，冇先會俾佢食嘅。另外一隻叫 Forbutasol，係一隻新啲嘅藥，對腎臟嘅負擔會低少少。咁重點嚟啦，咁痛緊嗰陣咧，可唔可以即刻食降尿酸藥㗎？梗係唔得啦！如果你痛緊嘅時候突然食降尿酸藥，血液入邊嘅尿酸濃度會急速下降，反而會令到關節入邊嘅結晶崩塌，反而會導致更加嚴重或者更耐嘅痛。一定要等發炎完全退咗2個星期，先至開始食長期保養嘅藥物。講到戒口呢樣嘢啦，咁其實係咪唔食海鮮得唔得㗎？其實唔止海鮮，有2種嘢仲會毒過海鮮啦。首先係老火湯，因為裏邊有好多肉類同埋骨啦，煲得越耐，肉入邊嘅嘌呤就會全部溶晒落去湯水入邊。第二種係啤酒同埋果糖，因為酒精會阻礙尿酸排出，然後咧啤酒本身亦都含有大量嘅嘌呤，另外甜嘢食入邊嘅果糖亦都會增加尿酸產生。咁呢啲唔食得啦，咁但係有啲乜嘢食物又可以多食嘅咧？咁呢個就會去翻阿媽都成日叫你飲嘅嘢啦，就係水啦。每日飲翻2至3公升嘅水，可以幫助腎臟沖走尿酸。另外低脂嘅奶製品同埋精糖，好似車厘子啦，有研究顯示都可以減低痛風發作嘅風險。收到你，痛風係食出嚟嘅，亦都要靠藥同水去管理。記住，痛緊嘅時候唔好亂咁食啲降尿酸藥啊！冇錯，唔好俾呢啲碎玻璃破壞緊大家嘅生活。講完咗呢隻關節痛，下一集我哋會講一個唔痛但係好危險嘅問題——骨質疏鬆。點解老人家跌一跌就咁大件事嘅？下一集我哋再見，拜拜。